樓價高企早已經成為慣性。自從上世紀開始，政府就推出各類型嘅置業資助，例如去居屋等等，滿足置業需要。可以用一個折扣價買樓啦，一路都吸引市民爭相申請嘅。大家當做大抽獎咁樣，覺得買到咧就冇得輸。不過啦，踏入樓價下行週期，買到私樓都唔一定包贏㗎。房地產市場面對住信心危機，市民對於居屋嘅熱度自然都有變化。最近截止申請嘅房協序言同進言呢，初步計17000幾份嘅申請，超額倍數大約係10倍，同上一期朗然30倍比較呢，似乎真係唔係幾熱烈喎。比較近幾屆嘅資助房屋嘅申請同埋選擇意欲啦，都明顯比起以往減退㗎，係咪代表需求有變呢？自復建新居屋以嚟，但凡同資助出售房屋相關嘅申請，反應都非常熱烈。喺樓價頂峰嘅2019年，甚至有破紀錄31萬份申請，超額認購63倍。競爭最激烈嘅一次係2017年房協推2個盤，620伙吸引95000份申請，超額達到151倍。到最近2次嘅資助出售房屋，申請數字已經大幅下降。我自己會覺得咧，用超額量去睇咧，其實就唔係咁公平。你可以留意翻，其實對上一次朗然推出嗰個數量咧，係得幾百個單位嘅啫，係啦。咁你幾百個同埋千幾個，你去對比佢哋嗰個超額量，咁其實呢個係唔公平咯。而家我當係有嗰萬幾個人就係想去買樓嘅啦，係啦。佢見到唔會話因為你今次推出1600個，突然間多咗4倍人走去抽呢一個房協嗰啲居屋噶嘛，係咪先？咁可能會睇下就係佢賣唔賣得晒啦，或者甚至係用幾多時間賣得晒咧？我諗呢個反而會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 indicator 去睇，就係究竟呢啲居屋嗰個市場嘅價值，或者係喺市場嗰要個吸引度大唔大？資助房屋嘅申請反應，仲要考慮屋苑位置同埋戶型款式，以及建築方法等嘅因素。如果物業條件唔出眾，例如交通不便或者面積太少，都可能減少有興趣申請嘅家庭，令純粹想湊熱鬧搏一搏嘅人卻步。所以我唔覺得佢係反映嗰個所謂剛性需求下降，係純粹抽獎嘅心態係少咗。甚至你可以諗，其實嗰2班人未必要分翻開。即係如果我呢一刻假設我想買樓嘅，其實如果我收入有合乎資格，咁我咪兩邊都去試咯，係啦。即係我咪照抽居屋咯，抽唔到居屋，我咪轉投翻個私人市場，係啦。所以有陣時我會諗就係，其實2班人可能係同一班人，係啦。即係佢哋唔需要話我因為咗抽居屋我就買唔到公屋，買唔到私樓成。咁佢哋總之睇到就係嗰一刻邊個佢哋覺得個性價比係 OK 合理嘅，佢哋就會去考慮選擇。尤其係喺私樓樓價下跌嘅期間，除非有迫切需要，否則人們對物業質素嘅容忍度更低。當私樓同居屋嘅入門價錢距離逐漸收窄嘅時候，部分申請者會嘗試轉到去私樓市場，換取條件比較符合要求，而且不受禁售限制嘅資產。如果你要我哋講個數字呢，我可以有信心講嘅。我諗而家買私樓，我諗有起碼4至6成呢係原本買居屋嘅人嚟嘅。我同意，可能同兩三年前比較。而家係啦，而家買居屋可能都有3至5成呢係本來只係有即係買唔到樓，只係可以住公屋嘅。嗱，呢個就係個市場嘅好處啊！即係佢會補充嘅。你原本嗰班人唔買你，咁你咪平啲，吸引另一班人咯。咁當然啦，如果你喺而家要賣樓嘅人嚟講，當然係個損失啦。但係如果喺整個社會嚟講咧，其實係好咗嘅，即係多咗機會，係多咗好多上游機會嘅。當然啦，咁居屋同私樓咁，雖然你話係2個唔同產品，稅收未必係2班唔同客人啦。咁但係你話一個會唔會影響另一個就一定係假噶啦，係啦。始終你買樓，就算你話係自住，都一定會諗佢將來放售嗰個價錢，係啦，會唔會可以俾到你一啲所謂嘅資本增值啦，係啦。
咁近年大家都見到就可能私樓嗰個嘅表現會係比較算係唔係特別着好啦，係啦。咁個私樓個價格都有啲下行啦。咁其實呢樣嘢我諗都會好影響到啲人，就係就算係居屋，就算係有 discount 咗平咗，係啦，佢哋都可能會諗就係喂，私樓都好似唔係好賺到錢，或者係賣得唔係咁好喎。咁我可能而家買咗層居屋，咁我仲要鎖一段時間，會有一個好大嘅風險，可能講緊係5年，係啦，甚至係15年先至可以喺公開市場嗰度賣翻出去。咁其實呢一個都會，我諗都會影響咗一啲人係入市居屋嗰個嘅意欲咯，係啦。當前較大誘因繼續瞄準居屋嘅買家，主要係正被房署大力審查嘅公屋富戶，仲有2代都冇自置物業嘅家庭。市場租金逼近高位嘅情況，亦都正喺度推動佢哋尋找入市嘅方法。當然啦，又有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就係話我哋嘅好多年都未試過，最近會出現咗咧，就係我哋租樓嘅租金咧，往往咧好多咧已經係高過供樓實際供樓嗰個息口噶啦。咁原因就係話我哋香港而家係一個開放型嘅社會啦，而喺租金方面咧，我諗我哋外來人口咧，我哋暫時仲未個增加仲未見底嘅。嗱，畢竟私樓嘅負擔比率咧都係唔算低嘅。咁就算居屋嘅吸引力下降咗，都只係申請反應少啲啊，咁揀樓速度慢啲咁始終都係足額認購，始終咧都會有人買嘅。嗱，居屋嘅制度啦，大可以維持原本咁樣，但面對私人住宅市場嘅選擇越嚟越豐富，市民對於居住嘅要求啦，亦都高過以往。沿用多年嘅模式，係咪都值得思考改革呢？嗱，參考下私人市場啊，無論新盤又好，二手樓又好啦，都會針對一下唔同類型嘅需求，咁設立付款方式啊，或者首期優惠同埋各類型嘅支援計劃，令到上車咧盡量變得唔痛苦。嗱，資助置業啦，終究都係幫市民啦獲得穩定嘅居所。當大家對於幸福感嘅定義有變化，配合新時代嘅需求，居屋嘅未來仲有條件再調整。市場機制下，面對私樓降價影響需求，居屋減價或者係其中一條出路。如果居屋唔減價，咁梗係冇得爭啦。但係居屋會減價啊嘛，即係我想講就係話，要減價，可能你都會揀私樓，咁咪留翻相對上冇咁多購買力嘅人買居屋咯。咁但係其實大家都喺唔同位置，主要大家會互動咯。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即係呢個就係市場嘅好處啦。究竟係咪有需要政府就係要同呢一個私樓去對冚啦？so call 係啦。你平到8-9千蚊尺咩？我又再平你少少係啦，再加啲折讓係啦，咁樣去同你鬥咧。我覺得佢係未必有呢一個需求，未必有呢個需要去咁做㗎。咁如果你話 in case 真係去到一啲情況，就係佢買啲居屋出嚟，然後發現喂冇人買喎咁樣樣，咁好簡單就即係話俾你聽，其實可能私樓嗰個置業需求已經可以滿足到呢一班人。政府可以做嘅咪就係可能停售或者係減少嗰個居屋，甚至係改變啲土地用途，係咪代表市場可能需要多啲公屋係啦，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嘅物業呢？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政府唔需要特登去諗點樣令到啲居屋更加吸引去牟利，或者係去點樣去同私樓搶客。如果係咁做，其實就會係有少少本末倒置，更加係干預咗嗰個樓市市場喺度。由買家角度，仲希望可以改變質量配套等，喺購入可負擔房屋嘅同時，喺居住質素同埋間隔上唔需要犧牲太多。咁但係都冇辦法，當你起嘅居屋大咗，咁你要考慮嘅第一就係佢嘅售價係咪仲係一啲所謂大家支付到嘅一個情況呢？即係如果你講緊一個可能要符合佢嗰個入息條件係一個家庭可能講緊係6萬蚊收入，然後你要佢供一個600-700尺嘅單位係啦，就算個市價係7折咗，我諗佢都可能係好難真係去供得起，可以湊到個首期去做。近年除咗啟德新發展區嘅居屋選擇，大部分遠離市區。學者認為喺未來發展藍圖之中，難免有地段偏遠嘅缺點。但就算係咁，始終會有人希望退一步解決置業需要。比較介意房委會新居屋欠缺裝修同埋間隔靈活性低的話，房協正正提供咗另外一種貼近私樓嘅設計，
為資助房屋市場提供多樣化選擇，喺各種居屋之間保持質量有別、價錢有別，可以做到百貨應百客。最新出現嘅爭議在於新建樓宇嘅技術。舊年起入伙嘅新居屋啟欣苑，單位廚廁涉及立體預製件，間隔改動變得更加困難，導致多名買家失去預算，更加出現咗多宗撻訂。如果以安居樂業、提升幸福感為目標，喺相關建築技術上建議研究新方法，或者喺安排靈活交樓標準俾業主選擇，或者可以解除大眾憂慮。咁我諗呢個都會係對於一啲置業嘅人，其實佢哋嗰個嘅影響都會有一啲喺度，係即係就算我哋咁講話，喂，可能個基本需求，但我都想有個輕輕裝修下，咁起碼個廚房廁所見得下人咁係啦。咁而家你話呢樣嘢都可能有難度，個星盤擺喺度就喺度噶啦，冇得喐噶啦，咁樣係啦，就一劈銀色嘅星盤咁樣係啦，好舊咁樣擺喺度。咁我俾幾百萬買層樓翻嚟，我都可能想，喂，有少少要求都好啊，係咪先？咁我諗呢樣嘢都真係有機會係令到一啲買居屋嘅人會突然間覺得，咦，我唔係淨係要基本嘢喎，係我都想要多少少。咁係咪有得可以大家斟酌下點樣可以令到嗰樣嘢係大家都 OK， 喺唔影響個樓宇結構安全之下，係咪可以容許多啲嘅改動呢？或者係起嗰陣係咪有需要真係有啲嘢做到咁死呢？係啦，咁我覺得呢個就可以考慮。